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5的暗新闻，我是陈志安。现在看今日新闻重点。今日迄阵，港福洋266区，那就是因为过界掠鱼，叫日本海巡带登去问过，发600万日票，才同意放回来。台湾今日市长谢国良第2阶段43000份的联署单正式送件，中选会强调会依法办理，没有差别待遇。新闻一开始，先看基隆渔村港福洋266区，昨半暝啊，伫咧皮加斯，差不多是咱海巡管区外口1海里的所在，这那就是日本海峡附近，因为过界掠鱼，叫日本海巡带登去问过。日本方面是答应讲，只要甲600万日票的罚金摕来，就使登去。这船头家下晡4点左右嘛已经汇钱，日本方面应该真紧就会放人。搁有台湾渔船作业去互外国的执法船拦检停船，基隆州的港福洋266号渔船，伫日本 MB 大岛附近的海峡，差不多伫皮加斯东北边288海里，暂定执法线以外1.5海里的所在，去互日本水产厅公务船取缔。海巡署早起7点才就通报了后，随派南道南过，因为渔业署是透过驻日本代表处去了解。经过我们渔业署的协调，驻日代表的协调，已经跟当地土港办事处已经协调了，才罚600万零6千，一切都是平安的。我的经济海域，我歹听，嘛在甲伊重叠啊，对不对？嘛咱老卖我尔，1.6海里，1.5海里而已。台日友好，我哪知啊？你问你回啊，你无回钱，莫放人啊，莫放船啊。你就看我的汇款单，看到钱就要放船放人啊。渔业署表示，港福洋266号是帮收帮渔船，6月25为基隆北岛出海，船顶有2个台湾籍，甲6个印尼籍的船员。基隆的渔民表示，船去用扣起来迄个海峡，因过慢慢有人去遐掠鱼啊，拢无安怎，唔知影啥原因，即马所出代志。足侪像经济海域的重叠的问题，这边怎讲？像咱个菲律宾是咪拢经济海域拢重叠？扣伊个扣啊是嘛是爱自己讲啊，无业界啊。代志发生了后，经过协调，日本同意罚款差不多600万的日票，指定汇入去福冈办事处的口座。船主4个总钱已经伫初5下晡4点左右，甲钱汇去日本，包括8个船员甲船仔，应该真紧就会放放出来，返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平湖渔船大进满88号，叫中国亚超过2天啊，到今也未放倒回来。这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是搁再向中国来发声，讲卖甲局势愈加愈来愈紧张。因为咱即马会当做相关的记者嘛，继续咧进行，希望会当赶紧甲人救倒回来。平湖的渔船啊，去互中国海警登检押回去，到今已经超过2天，也未放放回来。行政院长杜英泰初5去立法院备询的时阵，佫一再甲中国话讲，唔通过度加关情势，而且讲相关的交涉当密切进行当中。中方能够保障人身的安全，那么紧速的将人船能够安全的让它回来国内。那相关的交涉，部单位都已经在密切的进行当中，希望比较快的时间能够给家属一个安心的答案。国防部公布，初5早起6点55分开始，小连线侦查到26架次中国军机出海活动，配合中国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测试这一天有6架次的中国军舰，36架次的中国军机扰乱台湾，其中有35架次行过海峡中线，形成4面包围台湾的态势。台海紧张的气氛，互马英九办公室执行长萧玉仁，佫一概批评讲，是因为总统赖清德坚持新2国论，佫一概要求赖政府应该承认救济共识。因那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前一天强调讲，政府的立场无改变，两岸关系都是两岸关系，嘛去洪志义甲陆总统无共调。我们就是一中宪法嘛。邱垂正的这样的一个解读，我觉得是回到宪法的解读啊。但是当然，相应衍生的问题就是，很抱歉，邱垂正变成是夹心饼干。现实的状况跟宪法是不是一致吻合？这是我们要面临的现实政治的问题哈。那在主权上面，我想还是很清晰，两岸是互不隶属的。两岸的论述，佫一个引起朝野的论战。行政院长杜英泰回应讲，中华民国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隶属。这就是历史的现状，而且讲现处时并不是承认对方的条件，就会当化解威胁，呼吁民众应该团结，手骨屈入无屈出。记者综合报道。中油桃园炼油厂今下晡2点11分是传出硫化氢泄漏的事情，现场有一个人已经无喘气心跳，消防赶到现场随送病院，加在是救回来。
这消防局表示，当时炼油厂的工人是伫咧做广线的漂洗作业，无细力才会去触到硫化氢，第一时间随送病院，加在是救转来。这也那硫化氢是无色熬导火毒气，原油甲天然气温泉内底拢有，若有中毒，较轻的是袂当喘气，严重嘛可能会致死。继续来看国民团体所发动的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今仔43000份第二阶段联署书是正式送到基隆市的选委会，有超过所规定的30792份。这国民团体是表示，因真有信心，一届就要甲拼好过。中选会嘛表示会依法办理，没有差别待遇。几项新闻联署书搬路车送去基隆市选委会审查，国民团体发起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初五送出第二阶段联署书43000份，因为法庭勘站是30792份。国民团体表示，这摆写联署书的人字经过潦草，拢会请因定价，有信心一摆因通过。要被淘汰到需要补件的件数，其实是要一次淘汰掉14000件的。那对于这个件数，我们是完全不担心，我们相信可以一次就通过。虽然罢免是人民的权利，但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程序松散的罢免联署，是否会继续专注施政？李彦荣表示，就算爱补件7月初1到初5拢要联署书送过来，免烦恼，也希望查对愈紧处理愈好。照规定，市选委会收件了后，应该伫40天内查对联署人名册。不过，基隆市选委会证实，中选会法公文要求提前伫30天内完成审查，一定下礼拜开会讨论应对方案。不过，希望照规定办理。中央选举委员会是主管机关，也有来做相关的指导以及相关的协助的动作，来依法严谨的来进行罢免的相关程序。中选会回应的依法办理，没有差别待遇。各鼓励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立委陈柏惟甲林长佐罢免案，拢是伫30天内完成查对。若罢免谢国良成限，就算爆发爱同意票比无同意票较济，同意票数达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4以上就通过。市选会推估勘站78000票左右，确实数字，但中选会公告。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最近是亚讲咱国军用的这供电票案的网络设备甲电脑，拢是中国制造。军备局嘛已经承认讲这是厂商违反合约，拢总用128台要求全部换掉。也国民党立委徐嘉欣即马嘛出来讲，军官车顶的行车记录器嘛是中国做的。这国防部是表示会全面来调查。民进党立委黄国昌之前爆料讲，国军的供电表案是使用中国制的逆变器，且是伊国爆料讲内面连网络的路由器和控制用的工业电脑嘛，拢是中国制的。军备局半暝发声明讲，经过清查，厂商违约使用中国制的变流器，拢总有128台，包括陆军南洋指挥部红茶那营区有44个，海军滨海营区62个，三总上山分院22个。另外，红茶那营区嘛查到中国制一台读资料的和2台华为的路。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其他的地方还有没有？全面彻查，严肃的追究责任，不要想放水。违约使用录制品的问题，国防部军备局已经完成了清查，要求呢相关单位立刻把这些违约品拆除，并且停止运转。国防部回应讲，已经要求厂商随拆除，而且停止运转中国制品，而且建议违约定法的做法。不过，国民党立委徐嘉欣讲，国防部真侪重领，因车内行车记录器嘛，拢是中国制。我们很多将军的坐车，目前的这个行车记录器也是 Made in China。国军应该要检查一下他们的行车记录器是不是用贴牌的。立委质疑讲是治安的破口，国防部讲，国军的行车记录器拢照规定办理申请和管制，等待进行全面调查，若有中国品牌的设备会随停用。路由器，因为它在基地里面的话，它可能会做一些军民网的这个隔离，有一些行车记录器，它如果有连接到一些 WiFi 云端的这一些同步的功能的时候，相对来讲风险就会更高。治安专家分析，军方和民防并无相通，装伫营区内的路由器应该是无法度输出资料。不过，一个行车记录器会当连 WiFi， 而且会当收集影像、声音和 GPS 定位这资讯，较有治安问题，确实是需要彻查。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是由国民党立委提案讲要修正离岛建设条例，和中国首相会当来投资咱外岛建设。行政长杜英还是表示，这关系到国家安全，希望爱以国安为重。民进党是批评这条法案未输是要舞台湾版的一带一路，民众党嘛表明讲因未支持。为要推动离岛产业发展，国民党连江县立委陈雪生、金门县立委陈玉珍等人提案修正离岛建设条例，增加中国厂商应参加离岛建设。陈雪生认为，马祖即马欠料佮欠人严重，重大公共工程由中央单位来发包，中央应严格把关。很多工程标不出去，就是缺工缺料。那中央政府要来解决我们这样的问题嘛？中央可以严格把关嘛？我们的北干机场也好。它的招标案，中央已经有法规在那个地方了。我们金马地域离大陆很近，让他们的相关的这个一起的能力来协助，实际上一件非常正面的事情。陆委会已经表达反对，强调重大建设投资计划可能牵涉国家安全，现阶段无法度同意草案的内容。行政长杜英台回应，希望应以国安为重。那这个会对于包括机场、港口、大桥的重大公共工程的施作发生实质的影响，同时也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还是恳请委员们在审议的时候要以国家为重。民进党立委洪胜汉批评，这是要互中国的资金厂商盈利，直接将手伸入超过700亿的基础建设当中，都亲像是台版一带一路。民众党团也表态未支持。台湾民众党党团不会支持这件事情，知识体大，恐怕不是用离岛建设条例这样的方式给他开特别的后门来解决，这并不是一个妥当的方式。离岛建设条例修法列入初5立法院会报告的事项，有关引进中资建设离岛的第7条之一，和民进党团要求退回定数委员会，国民党团无提出异议之下，最后通过民进党团的提案，退回定数委员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电影消息，桃园的北地今日是有一台中立客运的公车，伫咧巧克力街加介绍路的十字路口挡到水管车，造成公车顶6个人吊伤送医。这事故的原因搁要调查。那对于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公车，那就是因为无注意到头前的水管车已经停落来，就直接甲弄起哩。这公车头前的玻璃是吹起，这车顶有个人是去弄到伊也吊伤，有6个人送医治疗。警方提醒民众，赛车时时都要注意，共同来维护交通安全。继续来看高雄埔里地区是出名的观光景点，定定拢有商店伫遐咧摆。不过今日下晡那像是有打的这大旗雨伞插甲收出去，结果还轻铁经过时去回到，停5分钟。加在唔是去弄到人，这车嘛无伤到，高雄捷运嘛讲未讨赔。司机员拍开车门，甲另外一边的打翻讲话，轻铁直接停伫轨道顶悬。原来这个位是13站要去蛤蟆星方向的轻铁，经过时阵会着刺激打翻的大型伞。把它影响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过那个界限，然后去撞，就是有稍微往轨道方面去那个往那边。初步了解，应该是市集棚子搭建侵入了列车行驶空间所致。考察表示，事故无造成人车损伤，列车暂停5分钟了后正常搁驶，暂时未对打翻求偿。伫现场发现有打翻囥的位离轨道真近，甚至有打翻把挖轻铁研究顶部，后续才刷开。警方也到现场提醒保持安全距离。最安全的距离就是中间线啊。中间线是最安全，它这个已经靠太过去了。特别告知市级单位，在撑开的伞缘务必要距离轻轨的轨道1.5公尺以上，确保轻轨行车行进安全。高雄埔里特区是有名观光景点，差不多每一月伫埔内区户外广场、第2区红砖廊道拢有市集。埔里表示，事件是打翻囥的时阵，线伤花近，轻铁路线已经要求因保持安全距离。即摆先看到，若无改善，会没收市集保证金。记者综合报道。后来观光大赚的司机，这台东今年煞旺未起来。有业者讲是因为花莲地东苏花道路甲铁路未通的关系，尤其是台东热气球嘉年华7月初6就要开办，这饭店煞卖无4成满。
业者是呼吁中央要重视台东的观光问题。台东县政府今年破例伫东峡高台为七大热气球嘉年华举办热身表演。台东在地热气球光雕加上500只无人机的电光图案秀，点到夜空，现场上万人。不过，陆续业者说是无介欢喜，因为即马主办率无介5成，比以前开幕前后用要客满进行差真济。5号照理说要全满，6号也要全满。热气球嘉年华14年以来，包括疫情期间，从来没有一次的开幕这么的惨。业者认为，今年响大台东的旅宿业受花莲大地震，加上松华公路甲北回铁路连续发生交通灾害，影响民众来台东旅游意愿。虽然台东县政府真拼命推动热气球、成功音乐会甲要开幕的铁花经济活动，不过相欠游客自由行旅游补助，煞甲8月照付，订房率直落，业者已经在了钱。透过县府举办的观光产业进行论坛，业者呼吁中央重视台东的观光产业，落车进行。地震的部分影响到台东，确实没有影响到台东。要把这些讯息让游客清楚、明白的反映，让游客知道。我们中央来讲，我们是一视同仁，而且我们会有我们的预算或者是相关的法规。好，那我们会把这些的想法跟意见，我会带回去给业务单位。好。县府表示，已经伫7、8、9月要办超过50场活动来带动观光，目标欠140万进出。不过业者希望中央赶紧将对台东自由行补助方案提早到这个月14，才能够较及时提振台东的观光效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人爱拜妈祖，各县市拢有大大小小妈祖庙。咱台湾嘛有一个专门咧画妈祖的画家，自主叫做黄祖平。伊对2010年开始就开始行路环岛来画妈祖，到达已经画超过200个妈祖像。即阵拄好伫咧彰化展览，那么这回来看卖。苗栗的白沙屯妈祖，云林斗六的放假马，一百台湾各地头的妈祖，是画家朱黄祖平的作品。伊2010年开始行路环岛，因为发觉每一间妈祖庙的故事、神尊、雕刻手路拢无同，所以开始画图记录。行出去以后，甲大家接触，大家都甲我分享讲哦，这是阮家的妈祖的。我感觉都家对这个图像有一寡认同，都毋若讲是画一个图尔，大家看到这个妈祖的像，会感觉讲对伊有感情。我是感觉这个地方连接是真重要的代志。黄祖平10多年前开始画妈祖，到今已经累积200多部的作品。即阵当地彰化办展览，参观的民众表示，透过安尼创作方式认捌妈祖是真特别的体验。会使因为安尼去接近咱的信仰，若是毋是信仰，嘛是一种艺术。我感觉这最重要的。较活泼、较亲切的，所以就会感觉妈祖是生活伫咱的生活当中，毋是一个就平冷的神尊。会使甲妈祖庙画了安尼遮水、遮有创意，我看了吼嘛是感觉足欢喜的。画家黄祖平表示，台湾是一个海岛，所以妈祖信仰甲人民、土地有真深的连结，嘛是咱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伊希望透过创作，互大众看到无同的妈祖法相，互信仰毋但是信仰，嘛是一种艺术体验。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2024年巴黎奥运7月26就要开办，这届为着要推动环保理念，这主办单位是决定选手村的7000间房间拢不爱装冷气。不过最近巴黎是一直咧哭笑讲热甲挡袂牢，尤其是面对世界各国的反对，若受热困袂好，恐惊影响到选手的表现。即马主办单位是解喙讲，7月底会新增2500台。机场的旅客透过自动查验系统陆续通关，巴黎奥运就要伫当地时间7月26到8月11举行。选手嘛会伫这个月中陆续到巴黎。第5路机场和规模较小的奥利机场是奥运2个重要门户。边界警察暗算伫开幕迄天，会有30万旅客对第5路机场入境，期间逐天差不多有20万旅客出入。150个人工检查的柜台会全部开放。2000个法国其他的边界警察和欧洲的边界警察嘛会伫这个期间内来帮助加强安全巡逻。
Il y a l'image de la France qui est en jeu parce que c'est le premier pas du passager qui va arriver sur le territoire. Si sur ce premier pas, sur ce premier entre guillemets kilomètre avant d'organiser son village officiel, eh ben, il se fait voler, il lui arrive quelque chose, c'est une expérience mauvaise. Donc voilà, on est vraiment sur l'expérience passager. Il faut que cette expérience soit la meilleure possible。日控二四巴黎奥运期间，选手村会底超过15000的运动员、教练和工作人员。但是这届奥运重点伫绿色的环保理念，本地是决定无要替选手村的7层的房间来装冷气，但是会伫地底装冷水供降温，确保室内的温度是比室外低至少-6度。但是受到全球暖化的冲击，最近几年巴黎气温是一直升悬，气象专家嘛预测法国当地7月到8月的气温有可能会到-34度。因为安尼，这项政策是互真侪方拢反对，包括美国、德国、澳洲、意大利和日本这些国家拢讲，因会家己替家己国家的运动员来准备移动式的冷气。因为各国的代表团一直施压，巴黎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伫初日证实讲，会伫7月底进前装2500台冷气，互超过1/3的房间来使用。这嘛代表超过一半的运动员敢若用电风来降温，而且若是家己炸移动式冷气的，佫需要通过特定的能源消耗标准，唔是凊彩就会当用。L'objectif, c'est qu'effectivement, que tous les athlètes, quel que soit le pays, quel que soit le sport, puissent avoir le même niveau de service, le même lit, la même taille de chambre, mais aussi voilà, les mêmes espaces de restauration, le même accès aux laveries, aux centres d'entraînement et ainsi de suite. C'est un peu la particularité des Jeux olympiques et paralympiques. 巴黎奥运的选手村是用绿建筑的设计，100%使用再生能源、零废弃物。奥运结束了后，会转型做社会主体和公共活动区，会伫2200户的家庭、学生宿舍和老人主体。公司新闻新乐部编译。过来看日本的东京，因这礼拜就要选知事，也就是等于讲要选市长。因这届是有56个人出来选，除了上有声势这小池百合子甲连峰。内底是有24个人，拢是共一个小党 NHK 党这党所派出来。因这党佮讲，只要你有捐钱，因打这选举广告的位，就会使互你凊彩来打。这嘛，互选举看板顶头，即嘛出现真侪奇奇怪怪海报，这是佮引起民众的不满。选举海报公布内的外口那位搭满奇奇怪怪海报，看起来无亲像是候选人的资讯，是奇怪内容。大家都伫输选举，要伫初七投票。也毋过，这届选举的人数少有56个人，其中24个人是小型政党保护国民防止 NHK 伤害党，外号 NHK 党提名的人。民众只要捐钱25000一票，等于是代票5000块，互这个政党地当伫当家岛内14000个候选公布栏内底的 NHK 党候选人哪位内底。大家己介意的海报，所以引起乱象，互选民真不满，嘛互当家岛选举管理委員會接抗議電話接甲手軟。品がないですよね。まず日本人としての品性に欠け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個人的には日本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いですもん。ただ明らかにこの選挙を妨害するような組織がいることは確かじゃないですか。那 NHK 党主席李华孝志带头甲候选人海报的那位打家己厝内搞的图，佮捌有人打不雅的海报，互警方用涉嫌违反当家岛困扰防止条例警告了后才剔除。李华孝志嘛坦白讲，是为着要吸引更较侪人注意家己的政党，嘛甲即届选举当作生理伫经营。专家分析，有少数的选民感觉真趣味，是因为感觉家己的意見無受到正式的政治人物甲政党的重視。既存政党の機能不全っていうのもある意味象徴しているような表現言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虽然 NHK 党有趁选举财行为，也毋过无法律的当管，因为候选人的公告单位只有48个，登记49号以后的候选人海报必须要用透明的地啊搭伫公告栏边啊。到候选人因此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东京都政府赔偿2000万日票。暂时选前，根据日本特别新闻甲日本新闻网的上新的民调显示，现任地主小池百合子甲宫岛县安艺高田市的前市长石丸胜二，甲无党籍的前国会议员联访，好声上悬是小池淡薄仔领先。也毋过因为有将近2成选民无表态，所以选情有可能出现变化。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当来看国内这行政院2022年有核定国家基建整体发展方案，
按算伫2026年，要达成客语、关注民语、甲台语拢总5万户母语家庭，其中台语家庭的部分就占4万户。不过到今是一直无提出实际规划，这是引起各界质疑。但文化部总算是提出书面的回应，拍算会用培训课程甲补助强学的方式来推动。不过母语家庭也是认为讲，这份计划无够详细。为着要让本土的国家语言久长传承落去，根据行政院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文化部按算自2022年到2026年，要达成台语家庭4万户的目标。关注这个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张雅玲，伫今年3月要求文化部赶紧提出实际做法，但文化部总算有书面回应，表示要分做台语学习家庭甲台语文化家庭两种。伊就是有分学习家庭是入门的，可能伊的台语无讲足认真的，吼文化家庭就是因的台语较认真的，所以因拢是爱申请，拢是爱申请的，拢爱登记安尼，拢爱去上一寡课来指点，才有法度来认证伊是到底是学习家庭咧，还是文化家庭安尼。针对台语学习家庭，文化部希望用上台语饮食培训的礼包和上课累积点数的方式，来服务台语饮食家庭转变做有意识去推动台语的传承。立委张雅玲指出，这个做法也阁无够，应当爱把整体的台语资源拢规划入去。小朋友看的这动漫的配音啊，卡通的节目啊，这部内底应该拢有这个台语的部分吼，因为这是创造一个大的环境。无你讲对这个大礼包，我是感觉讲。因为你无迄个人有啥物爱去学这物件，一定有这个刺激嘛。我有这个刺激来的时阵，我就想讲，开始会晓想，一直接触的时阵，就开始有这个意识嘛。另外，伫咧台语文化家庭的部分，文化部的规划是拍算要用帮助强学团的方式，让台语家庭来申请，进一步促进台语社区的产生。长期咧经营台语强学团的台湾台语劳协会表示，要招强学上大的困境，都是要找到免费的空间。亲像客语，因有足侪客家文化园区，迄若是客语的团体去招，就是会使免费，也是讲会使拍者。但是台语目前就是拢无安尼的所在，咱目前全台湾就敢若中华有一个台语的文化园区尔。另外，协会嘛呼吁文化部，若要规划相关的台语饮食培训课程，也是台语的相关活动，第一线执行单位嘛应当爱接受台语饮食的训练，对语言的传承、发展甲使命感拢爱有了解，互替台语补助的活动有一定的品质要求。记者卢尚如、曾俊友台北报道。讲到即马台股的市场，当日这台积电一股已经起到9000块啊，即马起落拢是跳一届，就是5块来起跳，影响差不多大盘指数40点左右。到市场咧建议讲，爱像 NVIDIA 安尼来分割股票，才会变做互人操控的工具。呀，台积电是回应讲，伫台湾买股票，本地就当一股一股来买，大家拢会当买起，无分割必要。快龙台积电测试开出1000块的股价，若基现货每一档的计数差基变5块，每一档波动影响台股大盘，甲期指变动40点。都惊台积电占台股权重重，嘛互台积电股票分割议题，搁一届受到讨论。可以让更多的可能资金没有那么充足的人去加入投资他们公司的行列，这样是可以的。台积电若做股票的分割，以测试收盘价来看是1005块，分割的比例若是1:10，股价降到100块，袂影响股价的市值，买当压价买的成本，互散户较好入场，提升股票的流动性。观察初五台积电盘中的表现，也是真在徛伫1000块，也阁有1005块。不过台积电对外发声明回应讲，即马台湾交易的市场已经开放股东，会当伫盘中进行零股的交易。现阶段台积电评估，并无需要办理股票分割。太多的散户进来的话，那么会造成它的股票的走势呢会比较凌乱一些。那这样子一来的话，是法人所不乐见的。如果是1拆10的话，整体来讲是不会有影响的。但是如果是1拆2或1拆20的话，1拆2的话就是从1000变回500，那500的话一跳是1块钱，它整体的一个跳动点影响从5%变成2%，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减少它对大盘波动的一个影响性。台积电以证交所公告收盘占台股权重超过31%，股算起落1块，影响点数差不多7点至8点。不过股价目前超过1000块，未来起落一档就是5块，影响的指数差不多是40点。分析师表示，未来台积电若进行股票的分割，嘛要看比例，若无干那是对散户入场投资有帮助。因若证交所甲证期局机会拢表示，台积电股票敢是要分割，要由台积电来决定。
就算被分割，嘛要由台积电主动提出。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应该拢捌受过叫你贷款的广告，也是简讯。不过，亲像这种用资贷款，无像银行的贷款安尼有法律甲你规范，利息佮甲你花甲真悬，一去借这本地经济就歹啊。若佮借着这款的，根本就还袂起。有民间团体就提出因所定的这用资业法的草案，希望中央会当来立法管理。贷38万，但实际上融资公司已经新扣走了9%的手续费，实际汇入账户的只有34万5800，我女儿领到钱还要转给那个代办业者7万。帮小姐讲，伊的查某囝是有智能中介的新型中介者，做线工每个月领万外块，所互用资公司成，用资贷款38万，实际上敢若摕到27万外，我要计共爱还50几万。完全没有考虑到我女儿她是不是有认知能力，还有那个还款的能力。就叫他签名，也没有给他看的机会。使用激进的销售策略或欺骗手段，让借款人获得他负担不起的贷款。一条搁一条的简讯，全部拢是用资贷款的广告。民众定看到这挂广告，不过民间团体讲，用资贷款无亲像银行贷款，受金管会银行法规范，因的利息费用拢凊彩业者化，真侪人互贷款比较亲像帮小姐共款走投无路。侪民间团体共同提出民间版本的用资业法草案，希望通过立法，互国内有法规通规范管理这个用资公司。你若是银行以外，你要做贷款，即借钱互人，你要有许可，有一个规范啦吼。比如讲借钱会当借到倒位的上限，利息偌济，违约金偌济。民间团体妄加用资贷款的契约条文、营业资格等等拢规范，而且由金管会做主管机关，避免有愈来愈侪原本就经济弱势的人，佮因为用资贷款受害。因表示会甲草案条文送予立委参考立法，现场也有金管会警政署的代表出席。民团希望金管会也要提出家己版本的草案，共同比较讨论出上好的法条。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讲到这诈骗的手段是一直咧换新，亲像伫台南就发现讲，这诈骗集团会假做讲会当替你捐钱给公益团体，佮会当来参加抽奖来骗你的个人资料。警方是强调，若发现代志无合理的所在，会当随卡165专线，也是报警察来处理。细腻查证，才袂互人骗去。一开始会叫你弄的那些是要问你，是要让你觉得。怎么讲？他们也会先测试你。即马诈骗的手法是一直咧改变。一个姓朱的民众，进前伫 IG 看到讲，只要捐钱予流浪动物的公益团体，就会当参加网络抽奖。伊捐280块予某一个浪动犬协会了后，甲捐钱的收据证明传转去，就是收到假的抽奖连结网址，一届就幸运得奖。那这位民众提供捐款收据之后，诈骗集团表示已中奖，但奖金无法汇入。那民众配合开视讯操作分期汇款后，发现可以到银行提领款项自保。诈骗集团就是利用民众的爱心来降低被害人的警戒。好佳在这个姓朱的民众有想到要先把钱为口座领出来自保，银行的行员嘛紧通知警方到场处理。那就捐赠完之后，他又跟我讲说，因为你的爱心捐赠，而导致说你又可以再抽个不知道什么红包还是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越想越不对，要领这个钱，他必须要就是你要先打一些有的没的资料，我觉得这就是已经不合逻辑了，马上就发现他。慈善团体的部分，他的账号为白账号，所以说他利用这种方式来取信民众，然后接下来进行来包装他后面的诈骗手法。另外，台南市乡台嘛掠到诈骗集团假造形成的名拐让投资的案件，伫台南甲屏东等所在掠到姓王的主嫌等7个人告案。诈骗集团利用面册来看投资股票的广告，爱被害人依照指示加入赖的投资讨论群组，再搁透过诈骗成员甲线大耳，计共骗到台票400到4万外。案内集团那全国开设几60件刑案，专案是移送台南地检署扩大侦办。记者台南报道。继续来看宝林地色房客的酸食物中毒案，是造成6个人死亡。法务部甲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已经先协助其中4个死者家属申请补偿金，每一人拢会当摕到180万的补偿金。
消基会进前宣布发动团体官司，讲保林都要赔超过1亿。不过，就惊官司拖了受久，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最近有拜访死者家属，先提供社会补助，每一个拢会当摕到180万。即马热天到，又搁是天狗热的流行日期。这台南市卫生局目前就监测到12个里有达到高风险差期警戒标准。另外，昨昏伫咧安平是出现第10例这大白日来案例，周边的50公尺的住户拢爱喷药防治。巡检人员哪行哪顺，每一个容器拢掀起来看，用手电照这个花卡，内底有水，兼有30只水珠伫内底游。巡检人员马上采样开罚单。最近天气热，有当时可以落雨，较到生绑糖。根据台南市卫生局监测显示，目前有5个区12个里已经达到天狗嘅高风险差期标准，嘛呼吁乡亲爱保持警觉。上下班拢有看到遮拢有差期啊，阮是足烦恼，讲因若是喷药啊，对阮来讲会足麻烦的。我嘛是会惊惊。幼卵筒阳性率及总卵粒数连续2周，阳性率大于60%，卵粒数超过500粒以上，将会插立宣导的知心旗，来提醒民众多加注意。另外，防卫人员伫安平遮家家户户打单通知住户拜6要喷药啊！主要因为测试台南出现第10例天狗嘅境外病例，住伫安平38岁男性参厝内底人，6月中去新加坡佚佗，回国发烧、筋肉痛。救会员确诊到天狗节，区公所联面针对周边50公尺安排环境巡检甲资讯员清除。症状伫咱台南非常严重啊！像去年。阮这就喷要2、3遍，这困扰。13个里的部分呢，我们就开始做一个知青巡检，然后公所的同仁呢，全部都全面性呢，每个礼拜都会做一个巡道清刷的动作哈，希望能够在今年不要把登革热的疫情燃起来啦。卫生局对4月9日查的阳性资讯员已经开500张的罚单，另外嘛鼓励乡亲通报确诊，若是有事实就奖金2000块，唔忙阻挡天狗嘅疫情世界团。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咱讲到台湾关会比例是世界第一，不过也是常常出现欠会情形，尤其是最近南部天气热，这关会人是愈少。高雄关会中心的库存目前是敢若会当当4天，甚至佫有几天出去敢若招到7地火，对南部医疗是造成真大压力。平总路大卖场遮，这台光火车边啊有人蹲咧行街啊，现行的价就是光火奖品，就算讲是日头大，又愿去引民众来观火。等到看到天地坚定这间国小头前的光火车，现场就冷冷清清。最近高雄天气暑热，甚至出现40度的高温。高雄光火中心表示讲，车3伫坚定的光火车，规工敢若目到7地火，是过去毋捌出现的状况。大概拢有60地、70地，前几工因为天气真正伤热。会使看到，就是讲行路可能有机车、汽车咧走，但是就是无人咧行搭。天规工落来，关7地，这从来毋捌有这个情形过。天气暑热，真正会影响到民众观火意愿。高雄观火中心表示讲，目前南部火库量敢若剩4天，4个火型拢有欠。若是有企业的帮赞，一天上无有1-2摆火地。毋过嘛是有民众，毋管日头炎，也是固定来观火。因表示讲，天气热，确实无想要出门。会当提供一寡迄个真吸引人的迄个赠品或是礼物的话，当然会吸引更多的捐血人来捐血。还好，因为其实嘛有种捐血中心站嘛是有冷气的所在，其实室内室外拢会当关嘛紧。根据高雄关火中心统计，南部地区逐天平均拢爱用到2100地火，这几天关火民众敢若剩3-4成，若无赶紧补充火库，到时若有病人紧急要用火，会造成真大影响。记者钟义辉、区兆勇高雄报道。继续来看苗栗的水尾线坡，昨昏是传出讲有人甲火车驶起来线坡顶，讲要来钓鱼，结果煞无注意到这水已经涨起来啊！所以调车爱海巡叫火力来拖的事情。这海巡嘛表示，目前这个所在管理单位也真有来分，民众都爱家己注意安全。画面内底这只发财啊，规个去有海水淹去，敢若看会到一部分。
另外一只发财啊嘛同款掉伫遐，海巡队看水位愈来愈悬，所以找铁牛仔来斗拖。因为海水持续涨悬，海巡人员先将两个民众救出来，了后用铁牛仔甲浸伫海底的两台发财啊拖起来。测试尾仔嘛伫个苗栗后人的水尾海沙坡，有一个为苗栗市内姓黄的民众，伊来遮钓鱼啊，煞无注意到大楼全条伫遐。另外一个姓区的驾驶看到这个情形，嘛使伊的发财啊想要来甲救，想要到两个人全拢条伫遐，这嘛是3天来第2件意外。前天11个人，今天又一台校车下来，又淹水了，不动了，没办法了。经拖吊业者协助后，有人车辆顺利脱困。原受困车辆因受潮水影响无法脱掉。这个月初2，一个姓黄的查甫人赛车来到这个海沙坡要看风景，同款无注意到停留的时间，规只轿车去海水淹去。这个查甫人冒险登去车顶摕物件，煞不幸渡水。过2天，伊的遗体才去互找到。在地人讲，这凊彩有真侪观光客来行搭，不过煞无要意到危险性。那个沙滩，你知道，你人子都不会动，因为也愈稳愈轻了。他唔捌讲哦，涨潮退潮都什么时间，你知道？大概安尼开了安尼啊，所以等涨潮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文管局这一边呢，负责的是就是要代客下水这个部分的游戏活动。救援这个部分的话，比较偏向是我们的海巡或是警政单位这一边来做相关的处理这样。官方讲，当地并不是管制区，嘛无水上活动，所以无伫个立管的范围。海巡甲水利署嘛表示，管辖的环境真恶劣清，所以无法度管制出入。民众若是来到遮，敢会当家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茶山有一种台湾完整的花叫做雷公青，数量少佮珍贵。最近所巡山志工发现到，讲有一丛260公分悬国宝级的雷公青，顶头的果子拢装潢慢了了。寿山的步道边啊，有一丛国宝级的雷公青，人员当咧讨论要甲这台红外线翕相机插伫地，因为日前就有志工发现，这丛雷公青原本生千外粒的果，毋过顶悬煞有10几粒的果拢无去啊，因为果子即马就要到分，巡逻志工的烦恼讲，敢会互人继续破坏？毛毛雨，有人去甲念伊的字，店面的字还不是完全成熟，去改念，他不懂，他以为这样子可以去播种啊。今年好不容易又有了啊，所以其实我们都很宝贵的了。说大家就是共同维护。雷公青是台湾的原生种，是真珍贵的生态。这丛雷公青过去捌结果到284公分，是目前上悬的纪录，才会号做国宝级的。今年志工发现这丛雷公青，结果有260公分，目前阁会继续生果子。主管处表示讲，因为即马无证据确定是人偷办的，嘛可能是高山啊，也是自然落去。即马除了加装翕相机监测，也已经派人员伫山区加强巡逻。是毋是人为来造成的吼？目前阮是也无讲有较明确的证据啦吼。因为伫自然界吼，其实足侪因素发生吼，有当时也是家己搭落来，嘛有可能是咱的动物吼去甲酸断吼，即类的情形拢有可能发生。目前主管处也伫查刷入口处打公告，呼吁民众毋通黑白捌雷公青，若无会违反国家公园法，头届会罚1500，第2届就会罚3000。记者钟义辉、顾兆勇高雄报道。宜兰甲民国中小学生过月使同行芳船水路洗台湾，称海洋粪扫，嘛要邀请全台湾36间外海学校囡仔做伙来参加。2只大型芳船伫苏澳港准备出航，宜兰甲民国中小136个师生要用接力的方式，驾驶大型芳船驶台湾一年，航程28天，初5早起为苏澳港出发。总共2000点嘛，到场卡路，祝福学生囡仔出航一帆风顺。滴水时阵提起台湾是海洋国家，台湾人是海洋公民，政府成立海洋委员会，就是要丰富国人的海洋生活。那我们成立海洋委员会，就是要带动全国人民来了解海洋，探索海洋，走进海洋，丰富我们的海洋生活。海
学生囡仔要航行1939公里，过程都要扣海洋粪扫，还佫会甲国家海洋研究院的科学家做伙进行海漂粪扫、海水表面塑胶微粒啊、海水酸碱度加营养量的调查，了解目前海洋所面临的问题。然后这次可以在一起跟着出航，而且是参加更长的航程，感觉就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兴奋。这样还是有一点，因为从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总会有一点紧张的心情。台湾市民拢海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引入教育课程，革命国中小希望透过实际航海，自细汉培养台湾所需要的海洋人才。记者综合报道。江景怡庆祝51岁生日，经济部处长何进聪表示，江景怡是台湾重要资产，希望让继续在台湾打造出新的科技技术。创新引航，共创辉煌。经济部代表以及产业界做伙庆祝江景怡51岁生日。根据江景怡公布的数据，自2019年到2024年，江景怡成功辅导23间新创公司，为台湾产业做出正大的贡献。经济部处长何进聪表示，面对 AI 产业快速发展，希望江景怡会当来协助提升台湾竞争力。在现在 AI 的时代，现在科技创新的时代，工研院将肩负更重要的任务。尤其赖总统他所提出来的5大信赖产业，这些都需要工研院用更前瞻的视野、更深化的技术，能够为我们产业打造更有未来性的这些技术。活动现场把展出包括半导体技术、车用晶片以及5G 通信材料等等的新科技。今天的主要的展览也是重点放在最近大家觉得比较关心的议题，像半导体啦、5G， 还有一些循环经济，还有一些能源的议题。那半导体相关的里面就有千瓦型的散热，还有这个跟 UCLA 合作的 MRAM 的技术。面对全球科技人才需求，江院长表示，江院会透过培育计划来协助人才多元发展，参国际相连，为台湾培育出更加多优秀科技人才，站稳台湾半导体领先的国际地位。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明仔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6度，南部地区26度到37度，南部地区26度到34度，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